2026年第一季度中山樓市深度分析報告，穩中求進，新格局顯現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話咁快就到咗2026年嘅4月，今年第一季度 Q1 嘅中山樓市數據已經陸續出爐。作為深中通道通車後步入平穩期嘅重要節點，今年頭3個月嘅表現其實好值得我哋去細味。整體嚟講，今年首季嘅中山樓市可以用8個字概括：開局平穩，成交分化。市場已經由以往嗰種盲目跟風轉向理性剛需，特別係一手新盤嘅主導地位越來越明顯。以下我會由數據、熱點區域、客群變化以及未來趨勢4個維度同大家深入拆解。1、銷量數據。3月小陽春如期而至，今年1月同2月受農曆新年長假影響，市場成交量相對比較靜。大部分買家都仲係處於觀望或者放假模式，但一踏入3月，市場熱度明顯回升。網簽數據，3月份新房網簽量錄得顯著升幅，對比1、2月嘅平均值升咗接近40%。呢種前低後高嘅走勢，反映出市場嘅購買力依然存在，只係買家落碟做決定嘅時間拉長咗。成交重心數據顯示，一手房嘅成交量依然遠遠領先二手房。而家嘅買家，特別係由外地過嚟或者係換樓客，普遍買新唔買舊，對物業管理同埋房屋產權嘅保障睇得好重。2、熱點區域，西區、石岐、火炬三足鼎立，區域分化係今年 Q1 嘅一大特色。雖然全中山都有成交，但資金同人流明顯集中喺幾個核心板塊。1、西區街道，憑藉成熟嘅生活配套同相對親民嘅門檻，西區蟬聯咗多嘅成交冠軍，好似華潤人公園4季呢類大品牌項目，基本上係開一個買一個，成交金額一直穩守前列。2、石岐丘，作為中山嘅老靈魂，石岐嘅教育資源同醫療設施係最強嘅，好多本地客或者想喺中山長住嘅朋友，首選依然係石岐。好似官民府呢類項目就吸納咗好多重視生活素質嘅自住客。3、火炬開發區，含馬鞍島深中通道嘅效應已經由概念變成了生活。火炬區嘅項目如富一城津裕，依然係深圳客同高端投資客嘅心頭好，畢竟交通優勢無可取代。3、客群動態，香港與深圳客嘅兩極需求。今年首季，我哋發現客戶結構出現咗好有趣嘅變化，特別係香港客同深圳客嘅目標非常明確。銀髮族香港買家，隨住兩地交通越來越方便，更多香港長者考慮喺中山退休。佢哋買樓唔係為咗炒，而係真係為咗住。佢哋最關心嘅唔係升值幾多，而係屋苑樓下有冇專門嘅醫療門診，去唔去到港澳藥械通嘅醫院，有冇會所俾佢哋社交。對於呢班老人家，新房嘅無障礙設施同埋物業保安嘅禮貌程度，往往係成交嘅關鍵。雙城生活深圳客已經接受咗深中半小時生活圈，佢哋多數係專業人士，買樓係為咗沒過嚟度假，或者俾父母住，自己日後退咗休再返嚟。佢哋對戶型要求好高，要通風，要有景觀，而且一定要係高品質嘅新盤。4、市場亮點，政策與便利性的疊加。今年第一季度，中山政府喺行政效率上做咗好多嘢，而家買樓、由揀樓、簽約到交稅，好多嘢都可以喺手機 App 上面搞掂。特別係對於非內地居民，交契稅、辦理按揭嘅流程簡化咗好多。呢種數字化服務極大地增強咗外地買家嘅信心，同時信貸環境依然寬鬆，房貸利率維持喺低位，加上銀行對新房嘅支持力度大，令到好多原本仲諗緊嘅買家，趁住3月小陽春紛紛出手。5、總結與展望。展望第二季度 Q2，我哋有理由相信市場會繼續穩步向上。1、5一黃金
接下來嘅五一長假會係另一個高峰，預計開發商會針對香港同深圳客推出更多睇樓團同專屬優惠。二、新房主導，由於買家對居住品質要求越來越高，一手新房嘅優勢會進一步擴大，而配套設施唔完善嘅舊小區可能會面臨更大壓力。三、服務為王，喺呢個階段買嘅唔單止係鋼筋水泥，仲有配套嘅醫療、交通同養老服務。Neo 嘅小錦囊，如果你係幫緊啲長輩或者投資者睇樓，記得重點推廣中山嘅醫養結合配套。而家嘅買家好精，佢哋唔單止睇間屋入面係點，更睇重個社區嘅生命力同便利度。總結一句，2026年嘅中山樓市唔再係快錢時代，而係品質自住嘅時代。簡簡單單買間屋收租嘅諗法已經過時，揀對區域、揀對品牌、揀對服務，先至係硬道理。